各位，沙田第一城恒生銀行分行被持刀劫匪行劫，損失37萬港元，一個女職員頸部受傷。遇劫嘅恒生分行位於置富第一城商場1樓。警方下晝5點幾接到銀行職員報案，話一個男人持刀行劫，劫走港元現金之後逃去。據了解，呢個男人本身坐喺櫃台對開，坐咗15分鐘之後，突然攞出一把7寸長嘅牛肉刀，從後箍頸挾持一個35歲嘅女職員。女職員頸部受傷，清醒送去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。本港4月零售銷售按年跌2.3%，連跌14個月。臨時估計係289億，當中耐用消費品跌幅較大，按月跌2%，主因係汽車同汽車零件銷售額大減超過50%。政府發言人話，將會有助刺激消費市道，但宏觀經濟環境不確定，消費模式持續轉變，仍然帶嚟挑戰。呢一節新聞提要報道完。各位，屯門三聖街同時爆食水同鹹水管，三聖村同附近商戶夜晚11點之後停止供應食水。發生爆水管嘅路面，至到夜晚仍然不斷有水從地底湧出。現場係屯門三聖村商場對出嘅三聖街。水務署朝早接獲報告，話現場一條直徑150毫米嘅鹹水管同直徑250毫米嘅食水管同時有滲漏。水務署完成供水調度，暫停三聖街一帶嘅沖廁水，而食水供應就維持到夜晚11點，之後會停水展開緊急維修。港鐵宣布7月13號星期日，所有乘客半價搭車，涵蓋過境車程。因應上個月將軍澳線放工繁忙時間一度全線停駛，根據機制撥出1920萬，連同早前事故累積嘅款項，下個月13號推出感謝日，當日乘搭港鐵、輕鐵同行走新界西北路線嘅港鐵巴士半價，亦都可以同轉乘優惠等同時使用。另外，上個月18號至今個月15號期間，曾經喺將軍澳線各站出入閘嘅乘客，可以額外得到1程免費嘅本地車程，但需要經 MTR 手機應用程式登記。山頂盧吉道發現懷疑戰時手榴彈。下晝3點幾，警方接報話，山頂夏力道同盧吉道交界有人發現一枚長約10厘米嘅懷疑戰時手榴彈。警方到場之後封鎖附近50米範圍場，引爆嗰一枚懷疑手榴彈。呢一節新聞提要報道完。